客人及老师们来我校参观。我叫麦米海伦呢，可以叫我北老师。我是汉语老师。请看一下，2022年起，我们开始学汉语，小学5年级初1、初2的学生。孩子很喜欢学习汉语，我们尽力给孩子们跟母语认识交流的机会。去年我们去过东北联邦大学，见面了跟中国的大学生。今年我校与吉林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建立了友好关系，他们邀请我们去中